后来继续来看这个云林二仑乡的福鼎宫，连续第7年来举办妈祖銮桥的绕境，交通北面行程并无固定的路线，就伫这个绕境的队伍行到大西海口桥卡的虎尾溪的时阵，这个銮桥突然间直接冲落溪底。 因为拄啊落过大雨，涨大水，这个銮桥是由溪水冲落下游。有一个轿夫身体真无爽快，伫咧水内底一直来握手。徛伫咧岸顶的民众着车惊，赶紧卡119化救人。銮桥拄着涨大水，浮浮沉沉，讲桥的轿夫可能是身体无爽快，一直握手。溪边的工作人员愈看愈感觉唔对，想要卡119，但是其他人认为妈祖的展现行为。 銮桥一直流落去，轿夫嘛唔知安怎办，大家都足紧张的。哎啦，哎卡紧卡啦！銮桥险险就沉在水内底，好在加在溪边的工作人员最后甲救起来。这个时阵，消防队嘛赶到现场，銮桥无受到损害，光桥的轿夫嘛无受伤。云林二仑乡的福德宫连续第7年举办妈祖銮桥绕境，这摆銮桥来到大西海口桥卡的虎尾溪，唔知是安怎直直冲。 妈祖要出门的道指示，即届工课足济，要考验新民，也要考验咱大家。庙方表示，进前就知影讲，即摆绕境会受到考验，但是冒险通过已经涨起来虎尾溪，还佫惊动消防队去救人，互现场所有的人拢流凊汗。